在地消息來看，玉山的登山口這車是有管制，爬山民眾多數是坐接送車上山。不過，昨說是有民眾看到4架私人車直接駛入管制林道，就質疑講敢是用特權來開放的。草內發覺講是有人報阿里山派出所所長的名義，值班的警察無詳細查就發通行證，是個人的失誤。因那玉山管理處也依法甲違法的車主開罰單。玉山登山口連續停4台私人的車，車頂人員發現前後無啥條，準備要上車離開，稍後現場其他山友大聲埋怨。我們笨蛋哦！我們現在我們停在黑暗呢，我們那個直接不車起來呢。我們的笨蛋哦！我們下去哦，道歉。現場山友真不滿，執行國家公園的管制規定，拄到後頭車也是特寬道的西灣，離到下晝3點左右，四架民眾頂1家人，駛4台轎車來到塔塔車小隊門口。迄當時向值班的姓劉警員講，是阿里山派出所所長的朋友，想要申請進入管制林道。值班警員只是誤信對方的講法，就私自核發臨時通行證，就放因入去。主動向該派出所查證，從未要求或通知塔塔加小隊同仁協助換通行證。值班留員亦承認係其個人思慮不周與判斷疏失，私自放行，並無施壓關說之情事。確實，為保七總隊第6大隊在臨時通行上核發確實有疏失之處。那我們將針對這車輛的一個進入來予以開罰，那每部車開罰3000元。保持強調，並無接到這個所長的相關要求，也爭取這名警員各管處也決定，以及違反國家公園法來開罰。資深的引路人表示，因為這段管制林道路真下，為了降低對環境衝擊甲考量安全，民眾要去玉山登山口，皆當用行，還是坐專接車。假如說你是選擇2天或者是3天的行程的話，當然你可以很愜意的慢慢走。那現在很多山友他們選擇玉山都是1天單攻往返，那為了要節省時間跟體力，通常他們會搭接駁車進去。登山引路人表示，民眾會當考量自身的體力，甲登玉山的行程，來決定敢是要坐專接車，也毋過直接駛私人車直往登山口，那是對環境可能造成衝擊，也對其他山友無啥公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